啦，紧走啦！这个人巧偷今天主持的李文清，你怎么会在这？你快走！你前天晚上攻击了陷阱人员。安怎啊？你若是知影伊伫倒位，你嘛知是要创啥？你敢知影今外口都乱的，连下店嘛拢同掠去。如果你知道了还不通报，罪很重的。女朋友叫什么名字？我就是要等去处理看卖一下。安尼敢无？谢谢长官，谢谢长官。记得讲出来，莫再艰苦啦。你听啊啊！